郭永健先生，今朝咧我就唔係搭的士嚟啦，我就搭地鐵。咁就見到個新聞呢，就講呢個政改民調，其實呢否決袋住先已經係有40%㗎啦，而贊成袋住先呢就有43%。咁我就唔知陳日南先生所講呢話，即係50%啊、60%啊，甚至70%嗰啲民意呢係從何而來？咁呢個係第一點啦。而第二點呢，就係今次嘅政改方案呢係一個即係假普選嚟嘅，道理呢係非常之顯淺易明。因為咧，其實有咩分別呢？過往嘅普選呢，就係一個中央操控嘅選舉委員會嚟欽點特首出嚟。而家呢，就一樣嘅組成，一樣嘅中央操控，但係就叫做提名委員會，都係小圈子欽點特首嘅候選人。咁市民呢，就焗住喺欽點嘅2至3個候選人入邊呢，揀一個出嚟啦。咁其實呢，即係大家擘大眼睛睇下提名委員會係啲咩呢？根本上係一個小圈子藏污納垢。鏗鏘集呢，就調查發現，好多漁業團體呢，好多嘅會員已經唔係漁民嚟㗎啦，但係仍然有權喺選委會入邊投票。節目呢，係發現咗飲食集團啦、文化團體啦、體育界人士係以相同嘅地址登記多個選民資格，造成一個集團呢係多票、一人多票嘅現象。咁呢個咁荒誕嘅提名委員會，竟然呢係要過半數嚟否決參選人，就唔似得呢頭先有啲人呢就話個入閘係好門檻嘅，但係點解佢唔夠膽提個出閘係要過半數呢？民建聯嘅新任主席李慧瓊呢就話普選其實冇真假嘅，咁試問呢個世界有冇黑同白、對同錯嘅呢？咁我哋知道普選其實好多模式嘅，美國啊、英國都唔同。咁但係奶粉呢都係有好多配方，都有唔同牌子。咁你作人父母，奶粉如果有3聚氰胺，你會唔會俾 BB 飲呢？咁有3聚氰胺就一定係假奶粉啦。正如選舉提名嘅程序，如果係不合理限制其他政見嘅人士參選呢，就一定係假普選。所講呢就唔係話年齡限制等等嘅問題，而係講緊話係不合理嘅限制。咁中共呢就知道啦，普選就唔會一拖再拖㗎啦。否決咗07、08雙普選之後呢，就過幾年就話17年有普選啦。咁到而家要交貨嘅時候呢，就假嘢就當真嘢。咁立法會通過咗呢，香港人就輸晒。咁中央呢就會話已經到達咗基本法定明嘅行政長官最終達至由普選產生嘅目標。但係如果否決咗假普選嘅話，政府呢係仍然有憲制責任要達到普選嘅目標嘅。其實立法會只不過係行使基本法附件1第7條。如果以後嘅行政長官嘅產生立法，如果需要修改呢，係要立法會全體議員2/3多數通過。所以呢，立法會係有把關嘅權力、把關嘅責任，要將違反民主原則嘅產生辦法呢係擋下嚟嘅。雖然呢啲人問否決咗之後係點樣，但係面對極權嘅政府呢，香港人一代又一代嘅堅持落去，一定係可以實現到真普選，我哋咁基本嘅權利。